年年底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6月21日起生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从今天开始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的新疆制造商品进口到美国。同一天，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发表声明，督促拜登政府严格执行该法案。媒体和国际维吾尔社区也广泛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指出，解决中共和世界各地的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是拜登总统和本届政府的首要任务。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不存在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6月2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严格控制的中共病毒政策成为在华欧洲企业的首要关切。最近，中国各地城市的封锁给企业带来了不确定性，迫使许多企业重新考虑其对中国的投资。这份由372家公司完成的调查显示，23%的受访者正在考虑将当前或计划中的投资转移到中国境外。俄罗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此前，俄罗斯因为乌克兰战争而遭到制裁，原油价格大幅折扣。今年5月份，中国进口俄罗斯石油比去年同比增长55%，创历史新高。俄罗斯也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石油供应商。当地时间6月21日，黎巴嫩与埃及、叙利亚在黎巴嫩首都签署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每年从埃及经由叙利亚向黎巴嫩输送约7亿立方米天然气。黎巴嫩看守内阁能源和水利部长表示，协议的有效期为10年，期满可以续签。6月21日清晨，2艘中国海警船先后驶入钓鱼岛周边，这也是今年第12天中国公务船驶入钓鱼岛周边日本海域。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方面21日在记者会上透露，已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抗议，强烈要求船只驶离日本海域。以色列总理宣布，以色列执政联盟将被解散，进行新的选举。拉皮德将担任临时看守总理，直到组建新政府为止。贝内特的政府自从1年前上台以后一直很脆弱。他的执政联盟由8个不同的政党组成，包括左翼、自由派和穆斯林阿拉伯裔党派。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6月21日，推特董事会一致建议批准世界首富马斯克440亿美元的收购协议。